嘗盡了艱苦。佢趁住木屋工廠送貨，理髮洗碗，扶教夠嚴苛，貧窮但會堅忍，被雪藏褲袋空空，仍理智，放低身價去攞起步，勤力到中去過賣票。流華住於谷底，卻更深見自見。為了夢想，便成立了公司，卻瀕臨破產命途，眼遇見，卻因品格夠好得支票，銘記心到真諦。仔於香港多貢獻，失顧舊經典，獲勳章2次結清Guinness，攞埋比金劍，當選國家協會中嘅副領導。若人人似他香港齊步。